来关心一寡经济弱势家庭，因为名下有厝，都无法度去申请补助。根据家扶基金会调查，因协助的25000多户弱势家庭内底，有37%拢是无通过补助的家庭。基金会也表示，这家庭内底有超过40%强在地去甲人借钱度生活，互囡仔读册。经济弱势唔但影响到因的生活，也限制到囡仔的学习。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外婆说的？阿嬷，你辛苦了，以后我养你。76岁的阿嬷，一个人车养阿生、甲阿生的阿兄、甲小妹，三个孙拢要咧读册。一家伙仔4个人，干那靠人民家属少少的退休金咧过生活。阿嬷讲，这几年家在有家扶的斗相共。他们还是蛮乖的啦，有时候在学校好像有比较努力一点，都会收到那个很多好心人的奖助金。身体不太好，就靠办中风跟那个家扶的帮忙。阿嬷身体无好，加上阿嬷名下有房产，也无符合政府补助的标准。根据家扶基金会调查，伫因帮助的25000户弱势家庭内底，有37.13%的家庭无福利成分，其中有超过一半的原因，拢是因为名下有房产，所以袂使申请政府的补助。这个家庭，不管是伫生活上，也是囡仔的学习支出，拢面对真大的负担。有60%的家户，其实他们在为孩子添购日常用品，甚至缴水电费的时候是蛮担忧，甚至感到困难。那有43%的家户也发现说，他需要去借钱来支应家庭的生活所需。家扶基金会表示，这个无福利成分实际上是经济弱势的家庭，有43.2%的家庭尚在需要借钱过日子，因为无福利成分，甚至连囡仔的学费拢要甲人借，生活、教育的开销拢是负担。家扶目前有以奖助学金、学习资源协助等等的方案提供帮助，也希望社会会当支持家扶基金会，做伙帮助这个无福利成分、拄着经济困境、阁上无资源的家庭。记者张家佳、曾俊佑台北报道。